在2025年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扎西杰嘞！나도 사과 탕상, 나도 그랬다고 숨이 쫀쫀 봐, 도상 예수. 이때랑 되니 기로니 공연하루, 로사로 나온다, 남바 삼아, 정수 개동, 제발 남고, 다시 제라. 大家好，我是周日昌国二，在这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咱们看早，把这有点成绩，这里看到了罗斯的扎西别同学。我来自甘肃的甘孜，我叫小拉。祝大家元旦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请大家多多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OK。镜头查一下。曲长错也没来，四郎暂时也没来。在吃饭，小拉姆明天来。这几个小朋友跳最好的。小拉姆应该是几年级啊？4年级吗？3年级了？应该是4年级吧。哎，是啦，对，穿了西服的，看这2个小西服。小帅哥，帅哥。赤身卓玛的到了，小罗来了。
然后小的车辆，带种礼物啊。哦，娃娃机终于停了，那个吵得不得了，那个声音，又小了，哎。这儿2个，阿错和口罩取证，苏拉竟然没来呢，以前他睡着了。对，特别分对，很湿。带种礼物的嘛，今天。今天跟小伙都拍到看。哎，他们跑了跟得上速度。哎，我今天跟小伙都拍到看，小到明3号。终于来了，水上错来了，这样看着高了很多嘞。
都戴口罩干啥了？人家都戴口罩。中国这段时间有个不明肺炎嘛，然后致死率应该在43%左右吧，接近50%，死亡率比较高。开始是轻微的咳嗽，然后轻微症状，然后你对那个年龄比较大的那种就一下就救不活那种，叫什么简写，英文简写搞忘了。那种肺炎是不明的，其实也是啊，去年都有，国外的比较多，这今年国内也比较多，好像致死率很高。看有个一些医院说的，一层楼30个，一晚上走了6个。对，都是1.7米。那个冒烟呢？怎么回事？冒白烟？是云的吗？是烟哦，有云有烟的。天呐，咋回事？终于来了。高的呀。啊，下来，这边走。
面都带口子。哎，哦，这两个穿了白衣服。这两个椅子要在一起，谁是在一起？刚刚去真来了。咋个样？咋样嘛？肯定可以噻。你拍的还不好吗？肯定好啊！你再模糊一下。你姐让你不让撇太清晰了。啊？他不是让你不要撇太清晰了吗？够清晰了，已经够清晰了。
终于来了，苏拉也来了，晚了，现在来的比较晚。小西西，戴口罩干啥呢？戴口罩干啥呢？啊？咋了？来戴口罩。要换衣服了。等会我跟他说嘛，你取下来吧。他应该有可能感冒的症状吧。哎，确诊来了吧？傻了几天了。Hello， 耍几天，我没看到你了，好多啊。哎，这一个人呢？小胖笑得好灿烂。长岛三兄弟。Yes.
到那距离，大路有些几于山里，看啊，公路比娘上的，强大举起就得把你，说给吧，说你。三姐不想到老手里，大我都也是的啥的，他跟我比娘上的，想老手结束的那里呀，想老手结束的那里呀，想老手结束的那里呀。哦，这个有点好听。那竖屏又出现问题，又重新开灯。这是弦子。把这耶，那啦这手把这原真结把马个这里挖出，那啦这手把这原真结把马个这里挖出。妈个这里挖出，怎么直接拉爸妈直接爸妈个这里挖出。妈这里落家去，那就那一拉木啊，那这七爸妈这里落家去。好难的。唱小鹿哎，不跳一下。经过啦，现在不没事经过啦，家的不女呀经过，兄给的不送给几张说了。经过啦，现在不雨西经过啦，家在不雨呀经过，兄给你我送给几张说了。yang zola sa shong da ni yang zola sa shong da ne ma
사다리 조조시 사다리老师到外面去。明天31号吧？明天31号吗？30号？不知道，搞忘了，我们得注意到。
玄子又来了吗？哎，雨峰来了吗？明天是不是31号哦？明天是1号吗？31号，搞忘了。对了，画面清楚吗？清不清楚？是不是要重新调一下？我看见那个码率有点低啊，2000应该5兆，应该正常应该5兆左右。深秋前面红衣服的女生是杨晶吗？我看一下的，等一下。抖音。我转过来了，看吧。我的合作，做音乐是有意，看样是吧？做音乐可有样，音乐起底，做更擅长有能让有让，做我们的。罗马那个的吗？用西错吗？哦，不是，那个这个小朋友10多岁。
种啊，所撞的成子样，但不留地，所记忆形状。这是小拉，后面那个人，哪个呀？没看到哎。卡了吗？等一下。这个笨猪狗
他们两腿。现在好了吗？刚刚我是站在音箱旁边，我想收音要好一点点，所以就那个前面那一段一直来走来走去的。现在跟着那边拍，但这样拍的话，只能拍前面几个人，后面那些都看不到了。就主要拍曲张错、四郎，然后云我的几个。对，现在好了。不知道应该是网络问题，我现在放在 China Unicom 那个中国联通的，刚刚是 China Telecom 中国电信，刚刚不知道它应该网络抽风嘛，一下好一下嘛，一下正常一下坏的。昨天晚上没注意到，我看那个效果有点差，昨天晚上2000多兆，没注意到那个，没留意那些。正
场应该在我这个马率应该在5道，现在在4.5、4.9，那些都正常的。我低于这个，你之前没有留意到那些。还有竖屏嘛，我竖屏也开了，竖屏开了它有软件有问题，它就断掉了，然后重新开的。这个地方，然后等到他们慢慢走过来，就不动了。比这边收音效果好一些。那边来呀，星期一呀，他不一定每天都来呀，星期一。现在成功，多吗？开始拉磨啊，这是拉表妹。这个是小拉，小妹妹是小拉，都出回来了。小西西往连把口罩看不到他。笑，看不到了。兄弟把夜练了，这一宿不是刚进入的什么的呀？呀的这那说那东西给看清楚呀。这所样看东给口啥的呀？这一宿不是刚进入的什么了呀？呀的这那所看我手这一宿呀。
他姐妹来了，还真的。取上车嘞？取上车上去了。新歌，取上车。你晓得小拉姆明天要来不啊？知道吧？他明天来，明天晚上就来陪你跳舞。他跟我说了。明天晚上你们可以在一起。取张错，一会这个。哎，你怎么后面不配到呢？啊？后面怎么不配到呢？哎，我说后面我走了一步没在这儿。你去哪呢？陪娃娃，陪娃娃出去。哦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突然？对。囊谦锅庄。对，这是他们喜欢跳的歌。不会跳的，其实这跳过去是不忘了。这白马，这我们天天聊天的那个。
啊，看到你笑脸了。啊？啊，看到这了，看不到你笑。哎呀，看回来了啊。练习，练习一下。这首歌叫《杨金拉木的声音语》，声音的声，语言的语，杨金拉木的声音语。声音的声，不是身体的声，身体的声，哦不是，他说不是嘛，声音的声，不是身体的声，声音。他这个。查不出吧？注意到有没有吧？是忧虑的，他不晓得啥子要快乐。他在上头的，没有就是没有粉丝多少啊？他晓得没有？才7分钟。我是9天有事了，左边那个大鸡。啥子事嘛？讲东西。说的你
我们去小洲去了，我们跑到中义洲去了。你看，你没直播的吗？中义洲那边的。那个跟着南部的地方，跟着南部那些，那小学姐戴口罩的，收小学习嘛。你过去了？你放到文章里，他楼梯还是收这块
昨天一把一手拉住结束，我往山里跑路说大有比，地铁就全洋洋说马比比说，我要去比干这说。我要去比个这说的比你哦，这个你想不差他就听了。这些你干嘛说的？说几句给那个也要当美丽，所以那叫我说指望真的个家是家没有，指望真的个家是家没有。谁比说没头谁比那有说，眼光说看你到他去为证，大气说哪怕我比起别人的，承诺说也去被你的同意。你也懂千里说哪有错，说那个自己当的。还有金钟，中国电视一晚一个，中梦嘛，中梦。我准备来翻翻了嘛。昨天带了翻翻没有？带了。中移动那边很多人。中移动那边。我上次来了呀，我天天来。我这是去玩。准备来给我。谁们能用多少一世界，所有东西把都一月所提色着，来了长子沉迷所打卡错，说也去中看的那所大历史，也去中看的那所大历史，也去中看的那所大历史。
要不要跳舞嘞？这个前天谁输过了噻？你看还在哪里？对啊，在哪跳？就还在西面桥啊？没有，我到处都在跳。你主要是还是西门桥的嘛？对，西面桥为主。西面桥还有那个江西会。江西会嘛？江西会太现在太少了，没有人了。这一起跳嘛，一起跳嘛，要不一起跳的不可以，去吧。你们俩都不穿上装，他穿上装在中间，刚好。我觉得我这个，哎，那你还动起来了。好，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怪我。我都要拍。
继续，继续，人家还要排后面的，就是排后面。不上了，这样才排后面的。就是两个坐起，我这不那个了，刚才一个不跳完的。故意的。巴西要转向，巴西。